各位兄姐平安，我们礼拜即将要开始，请大家预备心，可以将我们的手机关成静音或震动模式，让我们待会的礼拜能够顺利。谢谢兄姐的配合。From the ashes we rise to beautiful life. Everything is made new. We lift up our eyes, our hands lifted high. Your majesty is our view. We are letting go of all the things that we went through. Now we are holding on to you, 'cause you will always lead us through. Jesus, we will take your hand, for you will lead us to the promised land. Flying up high with you, over it all we gonna soar with you. Through the lost and alone, He's calling you home. His arms are open wide. There's freedom for all in the name of the Lord. His love will lift you high. Jesus, we will take your hand, for you will lead us to the promised land. Flying up high with you, over it all we're gonna soar with you. You give me beauty for ashes, and my sorrow turns into praise. You bring me out of the darkness, and you fill me with joy today. I am a new creation, oh my past has been washed away. You lead me through every season, you're the light that will never fade. Come on, let's roll, we lift your praise in this place tonight. 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你跟旁边的你改讲，平安。今仔日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我知影恁拢咧看牧师啦吼，你即摆甲隔壁你讲，看到你真欢喜。看到你真欢喜。阿门，哈利路亚！感谢主，我们今天回到神的圣殿里面，你知道吗？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一个极大的特权。哎，你有什么样的特权？牧师问一下，你有什么样的特权？祷告的特权，还有嘞？还有什么样的特权？选举，选举啊！好，我们今天呢，在前面呢是礼拜，然后后面呢我们是选举，没有错。所以呢我们一开始我们都是把我们的心呢交给神，也把选举这件事情呢交给神，因为呢神透过选举，我们选出一个非常优质又爱神、有好名声。各样方面呢，都成为榜样的同工，来跟牧师，然后来一起成为一个团队来带领我们。是，所以呢，我们等一下有选举没有错，但是牧师说的特权呢，不是选举哦。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特权，这个特权是什么？就是要来敬拜神。阿门。你看多少人他现在还在菜市场那边逛街，可是呢，我们这一群人呢，
就被圣灵特别的呼召，特别的邀请来到圣殿来敬拜这一位宇宙当中最伟大的神。所以你是被邀请来的，你有没有被恩宠？阿们，感谢主。所以我们今天带着一颗最喜乐的心、敬拜的心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一同起立。哈利路亚！我们都预备好了，我们都预备好了，把全人都交在主的手中。是，所以呢，牧师要邀请我们举起我们的双手。举起双手的时候，我们的手心向上，所代表的是主啊，我本是空空的来，然而因着我敬拜你，我的手心向着你，你必将那属天的恩赐、敬拜的能力、话语赏赐在我，所以我谦卑的领受主，你来恩膏我。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说：主，愿你恩膏我，主，愿你恩膏我，圣灵也充满我，圣灵也充满我，圣灵浇灌我，圣灵浇灌我。感谢主，哈利路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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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一起用使徒信经，我们一起来祷告，来，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十字架，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阿们。你来跟旁边的弟兄姐妹，你跟他说，今天用舞蹈跟歌声大大敬拜神。今天用舞蹈跟歌声大大敬阿们，拜神。哈利路让我亚。们带着我们的喜乐，一起来敬拜赞美神，阿们吗？告诉你旁边的人，跟他说，让我们一起喜乐来赞美神。国度属于你，一切全能，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天地都要跪拜，因你奇妙生命。天堂门打开，失望不在，一切荣耀永远属于你，没有人能阻挡你名充满能力，万王之王，全地都扬声歌唱，永恒的上帝 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
上帝。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我邀请我们每一个人高举双手来唱，我们带着信心宣告：神是万王之王。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万王之王，全力荣耀神的唱，永恒的上帝。You are wonderful, you are wonderful， 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让全地欢唱来赞美你，上帝直到永远光照大地，因为你奇妙生命，因为荣耀属于你，上帝直到永远荣耀属于你。我们一起来拍手，我们将最大的掌声跟赞美献给我们的神，阿们吗？我们用掌声将荣耀归给神，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转向你旁边的人，跟他讲说：你的唱歌，你的跳舞，上帝非常喜悦。感谢主，让我们透过我们的赞美，让我们要再次经历到神在我们当中，要充满我们，要更新我们的生命，要赐给我们力量去面对每一次的挑战。阿们吗？因为我们就是要大声宣告，我们是得胜的。阿们，阿们。咱一开始只会用台语来吟诗，哈利路亚。你我永有之水，你我的地里我也无言所希望。虽然有时阵我真是软弱，总是有一项永远拢袂改变。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上帝是我的力量，我会无去到永远，到永远。上帝是咱的快乐，咱的力量，阿们吗？让我们用华语来唱。除了你在天上有谁？除了你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虽然有时候我身心软弱，但有一件事永远不会改变。大声宣告，永远不会改变。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神的是我的力量，我的不分到永远。神的是我
转向旁边人跟他说：“你真的是专业的舞者，你真的是专业的舞者。”哈利路亚！让我们张开我们的双手，让我们要再一次宣告耶稣的名，因为耶稣带来医治，耶稣带来爱，带来恢复。阿门。哈利路亚！所以，让我们透过这首敬拜的诗歌，让我们再一次与神来连接，因为圣灵要运行在我们的当中。Amen。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世人的心灵都要聆听，在他同在里充满了平安，宣扬耶稣。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黑暗枷锁都开始崩塌，宣告有盼望自由的生命，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我要高举宣扬耶稣生命，胜过一切恐惧和忧虑，关心每一个沮丧的灵魂，宣扬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在高声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庭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在高声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
姐妹，我们还有一个特权，就是传福音的特权。刚刚牧师说的，我们有一个特权是什么样的特权？敬拜，敬拜能够敬拜神，懂得敬拜神的，他是伟大的，并且他是蒙福的。我们现在还有一个就是祷告的特权，因此我们现在要来行使我们的祷告的特权。那个特权就是神要叫我们因着祷告，凡事都要成就应许。阿们。我们在11月23号要去哪里？野外礼拜要去哪里？绿世界。我们这个野外礼拜呢，为的是要帮助我们所有的 Best 弟兄姐妹，还有我们各个牧区的弟兄姐妹，透过这一次的大联合，所有弟兄姐妹，我们要到绿世界，我们在那里有一个团契的一个生活联谊，然后在那边牧区跟牧区、小组跟小组都能够交流，彼此认识。特别我们带领我们的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所以这绿世界是一个我们的一个布道的聚会。那我们现在要来为这个布道的聚会来祷告。我们过去街头布道，对不对？我们现在呢，把人带进来，然后我们要来参加这个野外礼拜。所以我们现在一个找一个，我们两个人RPG， 我们要大声的宣告，求主让我们的野外礼拜人数是在神给我们的祝福当中。为野外礼拜来祷告，1、2、3，哈利路亚！我们的铁三角同工会的来带不会的，会的来带这些新的朋友。你的祷告，神就要应许。哈利路亚！主啊，谢谢你，主你的灵大大充满在永光教会。主啊，让我们透过我们的野外礼拜。主，我们要在野外，主，我们要大声的说，主啊，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就是要叫万民来高举你的名。谢谢主，让我们能够带领我们的亲朋好友，主啊，我们的 Base 的朋友，主，这是一个相通的机会，也是神你让我们在主的里面合一的机会。主啊，你看为美好，主，你必在这当中，主，你带出一个喜乐的鼓笑出来。感谢主，因为这是你的祝福，是你的恩典。你必是全能，你必是医治，你是
个时候，弟兄姐妹，你跟旁边的你跟他说，神必祝福你的全家。你再跟他说，营垒都打破了，营垒都打破了，你的家就要复兴。你的家就要复兴。阿门，阿门。我们把掌声归给神。我我们的家要复兴，我们的家也要来赞美神，一起来。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我们宣告神的医治在我们的家，在我们的教会，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弟兄姐妹来，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战胜一切的仇敌。为我家你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哈利路亚！在高山宣扬耶稣，街道上宣扬耶稣照亮黑暗，所有我们心里的黑暗都要挪开。为我家你宣告主耶稣的生命，耶稣，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全能，你名是医治，你是生命。阴雷都打破，黑暗都照亮，烈火燃起。你的手放在你的胸前。诗歌里面说，营垒都打破，黑暗都除去。倘若在你的境况、你的生活的境况当中，还有黑暗，还有营垒，你的心对神说：主啊，这一切我都不要，我单单要的就是耶稣你自己，你的圣洁，你的力量，你的健康，还有你的平安。阿们吗？阿们哈利路亚！我们一起来宣告说：主耶稣，我单单需要你的能力，主耶稣，我单单需要你的能力，你的更新，你的复兴。你的更新，你的复兴。阿门。阿们。我们把一切的掌声、荣耀都归给神。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感谢主，表现一下我们永光家人的我们的礼貌，好不好？跟旁边的人说，请坐。这时，我们要来攻读圣经。圣经记载在撒母耳记上7章1到12节。撒母耳记上7章1到12节。那我们要用华语来读。好，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基列耶琳人就来了，将耶和华的约柜接上去，抬到山上亚比拿达的家中，将他儿子以利亚撒分别为圣，看守耶和华的约柜。从约柜留在基列耶琳的那天起，经过了许多日子，有20年，以色列全家都哀哭归向耶和华。撒母耳对以色列全家说：你们若全心回转归向耶和华，就要从你们中间除掉外邦的神明和亚斯他路，预备你们的心归向耶和华，单单侍奉他，他必救你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以色列人就除掉诸巴力和亚斯他路，单单侍奉耶和华。撒母耳说：要召集以色列众人到米斯巴去，我好为你们向耶和华祷告。他们就聚集在米斯巴，打水浇在耶和华面前。当日他们进食说：我们得罪了耶和华。撒母耳在米斯巴做以色列人的士师。
非利士人听见以色列人聚集在米斯巴，非利士的领袖就上来要攻击以色列。以色列人听见就惧怕非利士人。以色列人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上帝，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撒母耳就把一只吃奶的羔羊献给耶和华做全身的燔祭，为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就应允他。撒母耳正献燔祭的时候，非利士人前来要打以色列人征战。当日耶和华打雷，发出极大的声音，使非利士人溃乱，他们就败在以色列人面前。以色列人从米斯巴出来，追赶非利士人，击杀他们，直到伯甲的下边。撒母耳将一块石头立在米斯巴和善的中间，给石头起名叫以便以谢，说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圣经读到这里，愿神的话语时常帮助我们。这时要邀请我们本堂的周牧师来为我们证道。牧师的题目是以便以谢的神，以便以谢的神，请牧师。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的恩典，好像有一段时间没有站在这里讲道，那种感觉也是有一点，还有一点点的不太自在哈。大家就用所谓祷告跟期待的眼光看着我好了。感谢主，让我们无论无时刻，我们总是知道我们可以敬拜神，这是神给我们的权利。阿们。我们可以享受这权利，并且从这权利里面，我们跟神的关系更连结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我们的生命是越来越猛虎的。阿们。所以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在礼拜当中，在神的话语里面得着力量，让我们更生命当中更看见神的光照着我们。我们一起举起我们的手来，我们来宣告：来，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人生的灯塔，能力的源头。我宣告，我信心百倍，喜乐满溢，唯有属天价值，活出美好。阿们，阿们。是的，我们宣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最重要的资源，这是需要的。这段经文，牧师用以便以谢的神为题，让我们一起来思考。我相信在短短的时间当中，我们可以更了解我们所信奉的这位神跟你我是何等的美好的关系。撒母耳记上，他是在记载的以色列起初的两位王，一位叫做以扫，对不对？扫罗，第二个叫做大卫。但是很特别，在撒母耳记上，我们在这个礼拜在读的过程里面，你会发现，不是在介绍王吗？怎么都没有介绍扫罗王跟大卫王他们出生的过程，反而是在记录了撒母耳的过程啊。从他在母亲的胎里，神就怎么样，就护庇他，并且很详细的把他整个过程都记录起来。所以我们可以看见，既然称为撒母耳记上，虽然是在介绍讲述以色列神创立给他们，按着他们所求的给他们王，然而更重要的是神所拣选的撒母耳，才是整个以色列人非常重要的一个关键的人物。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撒母耳他集了先知、祭司跟士师于一身。他是士师，他可以带领以色列人，训练他们能够面对外敌，他可以带领军去攻打。他是士师，因为他是祭司，因为他在圣殿里面向以利士师祭司来学习一切服侍神，所以在圣殿里面所有的礼仪，所有应该遵守的，他都知道，并且他是先知，因为神直接对他说话，他成为神话语的代言人。所以
我们从经文里面在读的撒母耳记上这一段经文当中，你会发现撒母耳他是一个非常信仰坚定的人，他清楚他的蒙召，他清楚他的出身都是从神给他的，他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所以这是他非常重要服侍神得力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要点啊。然后呢，我们就看见他不止自己领受这样的一个恩典，这样的一个信仰，他也好好的让神给他的权柄可以运用在教导上，所以他就带领百姓来离弃这些以色列人所居住的周围的这些迦南人的所有的偶像。这是我们看见整个在以色列这样进驻到神所祝福他们的流奶与蜜之地以后，有一个极大转折的时间点，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看上次牧师有跟我们来谈到我们来读到这一些的时候，这些过程的时候，发现神要以色列人进迦南地的时候，要怎么样？要赶走外族，对不对？甚至是要除灭他们，让他们不能跟他们同居住在神所应许他们之地哦。然而以色列人心怎么样？软了，而且心有自己的私欲。他想说，这一些人这么好用，哇，来成为我们的佣人，不是很棒吗？来为我们做苦工，不是很好吗？对不对？所以像台湾现在，这些劳力都是什么外来的，对不对？那年轻人看到需要出劳力的，需要出体力的，要流汗的，哇，就怎么样？尽量避而远之啊！当时候以色列人可能就跟我们这个情况大概一样，所以他们就容许这一些。但问题是，这一些人他们有自己的偶像崇拜，他们有自己的神明的敬拜方式，而且他们敬拜神明的方式啊，哇，千变万化，哇，很吸引人，哇，在人的肉体上可以满足，在灵里面好像又可以得到慰藉，所以就让以色列人在这里，当他们留下来的这一些迦南人就跟他们通婚，就违背了神的命令，并且让他们的信仰不再是纯正的。所以我们可以看见，当神呼召撒母耳以后，撒母耳就知道这是错的，而且他要百姓单单归向耶和华，唯有尊荣他，我们才能够继续承受从祖先来的一切神对我们的祝福，这是必要的。这一点让我们可以想象，在台湾，我们也知道，基督教的信仰来到台湾已经有160年以上了。好，那我们应该会看见，在这160年以上，应该基督徒有可能已经有第5代、第6代，甚至已经第7代了哦。然而，是不是越来是越蒙福的，也不太一定呢？那关键在哪里？关键这个家族是不是继续持守这一份信仰？没有，这是极大的关键。所以我们看见他们一起经历了神的拯救，而撒母耳清楚知道这是神所应许的，所以他就立时为念，来纪念神的作为，所以称他为以便以谢的神。阿们。那我们从今天我的这样的一个背景里面，我们可以来了解，对，在你我的生命当中，不管我们的处境怎么样，挑战如何，我们都要感谢的是，还好有耶稣，对不对？对不对？你跟隔壁说，还好我有耶稣，来，还好我有耶稣。是的，阿们。还好我有耶稣，因为在任何的处境当中，哇，我们都因为有耶稣，我们可以得着帮助。最近也有弟兄姐妹遇到一个难题，就说：“哎呀，怎么我们教会最近的长老都生病了，对不对？”这对牧师是不是一个挑战？确实是一个挑战。然而，牧师坦荡荡的跟主说：“主啊，你量给我们的不是在极美之处吗？是佳美的地方，不是吗？
主回应我说：“对，但是要到那里还是有过程，不是吗？而这过程就在考验我们的信心了。我们8月开始晨祷，至少有15个人以上坚持这样，每次的晨祷都来到神的面前，牧师非常的喜乐，因为有同工一起祷告，这是极美的。即便是要很早起床来做预备，但是我的灵里是很喜乐的。我可以原来也可以这样子跟弟兄姐妹在早上的时候就可以开口大声赞美神，就可以大声的祷告，把今天交托给神。因为每一天的早晨，我们说它是美好的。为什么是美好的？因为我们有一位美好的神，不是吗？但是当我们来到他面前，紧抓住他的时候，我相信极大的难处，神都会帮我们扛着。即便我们说天塌下来，谁会扛着？我们的上帝会扛的，不是吗？这是我深信的一件事情。所以如果说病痛带来的是疼痛，但是我相信那个疼痛对我们来讲好像就是闪一个红灯，在提醒我们。我相信今天我们可以看见神的作为在这其中。所以愿神帮助我们，从这一段以色列的历史里面，我们一起来思考反省与更新所带来的是什么东西。这是基督徒每一个生命里面都需要的。我们看，这是主前第11世纪的世纪当中所发生的。他们拜偶像以后，拜到怎么样？就学习了这一些邻国的这些迦南人，他们把约柜，神的约柜也偶像化了。所以我们在这个之前的内文里面，我们会看见他们出去，非利士人来攻打他们，他们出去打败了，怎么办？他们想说，就把神的约柜扛出去，一定赢的，不是吗？神是得胜的神，不是吗？哇，他们就说好，我们就把约柜扛出去。结果呢，兵败如山倒，并且神也被抢走了。在他们的心里说，神也被抢走了。神会被抢走，哇，约柜就被抢走。本来非利士人是非常害怕的，说对，他们以前就是抬着约柜到哪里无往不利，对不对？他们非常惧怕呢。但是当他们看到约柜的时候，他们怎么样？哇，他们的兵力还是强过以色列人，因为神容许以色列人失败。很特别，因为他们的信仰，他们焦点错了。当我们信仰跟焦点有错误的时候，神会帮我们来调整一下，把焦点调回来，这是非常关键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看，就在这一次的战役里面，就按神所应许的预言的，祭司以利让2位恶毒的孩子都在沙场上被杀死了，并且约柜被掳走了。哇，约柜被掳走以后，圣经很清楚告诉我们哇，非利士人非常高兴啊，就把约柜抬到他们的大庙里面。哇，大袞神庙的庙的那个庙很大，所以约柜放进去很渺小。哇，他们的神明这神像是很高大的，对不对？这都是怎么样凶恶的对但是早晨起来的时候，那些清扫庙宇的，哇，发现怎么样？他们的大袞神趴跪在约柜的前面第一天想说，到底是地震吗？昨天晚上地震吗？没有吧？哇，隔天起来依然是这样子，他们就发现不行。哇，所以整个非利士人的城内啊，他们非常的害怕，有的人害怕惊吓到死呢。而且有瘟疫就这样串流出来哇，他们吓着了，觉得说他们得罪了耶和华神，他们亵慢了耶和华上帝，亵慢了这个约柜，
所以就把约柜怎么样辗转的要送回去给以色列人这是我们在经文里面可以看见的一件事情。然而到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约柜在基列耶琳许久，他说过了20年，以色列人全都倾向耶和华。很特别当他们以为约柜就是耶和华上帝的时候，约柜被抢走了。但他们重新得着约柜以后，发现那是他们的错误的观念，他们应该以神为中心，所以他们回来。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回头的一个动机？是因为撒母耳走遍了全地，劝勉以色列人要单单归向耶和华，离弃偶像的崇拜。我们看我们的神是这么伟大的神，连这些仇敌都不敢放约柜在他们的大庙里，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神是值得我们信靠的所以他就呼吁国人要悔改。那我们就看见最后有一个极大的一个聚集，就是一极大的特会，就是在米斯巴，他们在那里禁食祷告神。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信仰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我们怎么样去不断的学习，不断的经历，这是必要的一件事情。但是当我们更渴慕神的时候，我们就会懂得怎么样用心在这份信仰好好来经营。包括我们教会所推的我们要读经的运动，我们要 RPG， 我们要导读我们要参与小组在敬拜我们有培育的学校，这一切都是让我们可以快速的靠近神，快速的去经历这位神他的大能在我们生命当中可以展现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帮助我们在我们的信仰跟生活里面，有时候会有冲撞，这是理所当然的。当人怀疑你所信的神的时候，你也怀疑他吗？你也怀疑他吗？不，你应该用你自己生命的经历跟他见证，说不，还好有耶稣，阿们。还好我有这份信仰，若不得了的话，我面对这样的困境不晓得怎么样我面对这样的处境，我的家不晓得会变成怎么样。这是我们非常可以宣告相信的一件事情。任何的困境，我相信都是一个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在帮助我们更认识这位神，也在熬练我们的信心，让我们的信心是值得、是配得面对任何挑战的。当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过程以后，我相信你不仅自己能够站立得稳，在神在人的面前，你也可以成为最美的见证，可以帮助那一些依然面对挑战困境的人，让他们可以重新看见这信仰的价值跟神的能力在他身上来过程。所以整个信仰的过程当中，痛和苦是必然的现象。就像我们在不管你喜欢什么样的运动专业，对不对？你在整个学习的过程一定很辛苦的，不是吗？你要成为专业的不然你要打篮球，你打棒球、羽球、桌球，不管怎么样，如果你要成为专业的，你一定要经过操练，这是理所当然。那痛跟苦是必然的过程所以英国神学家C.S. 路易斯他就说，痛苦是神的扩音器。我们一起来说，来，痛苦是神的扩音器，很特别痛苦是神的扩音器。当我们遭遇苦难的时候，那个痛是一个警铃会响起，那这个警铃响起的时候，就是要我们能够停下来，能够听看。停下来是因为可能我们太忙碌了，忘了我们把焦点放在神的身上。听是要下来，听神的声音，透过祷告来认识我们所信的，来了解他对我们的安排是什么。看是要看这个环境，然后把它交托给我们的神。
这是我们所必要可以的哦。所以愿神帮助我们，更新跟蒙福都是从反省开始。如果我们不懂得反省，我们常会以为安逸，这样就是最棒的。然而不是哦，我们要马是为战争而预备的，对不对？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随时随处我们都要预备好，因为我们不晓得前面是面对的是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挑战，或者是极大的艰难，但是我们不害怕，因为我们预备好就可以得胜有余。阿们。所以求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第二个，我们要随时可以来经历以便以谢的神哦。我们看整场的撒母耳先知所带领的这样的一个特会的时候，他们禁食祷告在神的面前，哇，非利士人就觉得这是抓到机会了，对不对？人们都集结在那里，哇，我们一起攻打他们，把他围剿，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会铸铁，他们是很强的国家。哇，在当时候，就像现在的那个武力的那个强大，就像现在的美国一样，哇！所以他们觉得那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们看见以色列人就对撒母耳说：“愿你不住的为我们呼求耶和华我们的神，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哇！当下我们看神就大发雷霆了，惊吓非利士人。而这样的一个处境之下，神就让以色列人更尝到得胜的结果。他们的武器是什么？其实不是刀，不是枪，是什么？是祷告，并且是禁食的祷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为什么在教会当中，如果我们有遇到可能比较艰难的需要去面对的时候，为什么我们会鼓励我们用禁食祷告来守候在神的面前，来等候神给我们的智慧跟力量，我们一定是可以得胜过的。所以这是我们从历史当中我们可以看见的。所以以便以谢，就是到如今耶和华都帮助我们。阿们。到如今，这是一个宣告。过去神帮助，过去神保守，过去神引领，到如今以色列人他们也要一同要经历。过去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经历旷野40年，到如今他们已经来到神应许他们的流来与蜜之地，他们也应该要继续宣告耶和华就是我们的神，他如今都在帮助我们。所以你要不要宣告？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好不好？我们一起来宣告。来，我宣告，来，预备，来，我宣告，到如今神都帮助我们。对，这就是我们的信仰，就是我们信仰当中可以不断经历的一件事情。所以愿神给我们可以更了解保罗班德博士，他是一个20世纪非常有名的一个麻风病的一个权威。好，他发现患麻风病的人是一个怎么样很辛苦的一个过程啊。牧师小时候在高雄的家，到如今我家也是就是在麻风病医院的旁边。好我就看那个叔叔都做的一个用木板，然后4个轮子，就简要的木板以前没有轮椅嘛他们方便就坐在上面。现在看他们少一条腿，过不久又少了一只手，过不久又砍了，又过不久，我常常看到这个情况。麻风病在当时候真的是让人走到绝路。而班德他怎么样？他说：“我为神创造的痛觉感到感谢。”他为神给我们有那痛觉，他说他愿献上感谢。他说：“我不相信神他创造出比痛觉更好的东西。”很特别他意思就是说，当你会痛的时候，这是一件好事情。会痛表示出毛病的不是。
如果出毛病而不痛呢？那没有痛觉的话，你就会跟麻风病的人一样啊。麻风病的人，他患病以后啊，他的手啊，即便在那个火里面，他伸进去，他也不会痛呢，他不会收回来，因为没有痛觉，没有痛觉。但是因此这样，它会不断的也蔓延，所以必须要砍断，杜绝它继续蔓延。这是麻风病，当时候我小时候看见的啊，所以隔壁的人都说，那个毕大夫，毕大夫医师啊，他住的那家前面有一个池塘，有没有？他们都把那个砍掉的都丢到里面去了。我说哪有？我小时候还去那里钓鱼，会钓到手。好啊，都坊间邻舍都乱风闻就乱说哈。但是我小时候都在里面跑来跑去的，好，但是感谢主，神保守。他说这个一件事情非常重要。他说感谢神是给我们痛觉，我们的身体觉得痛是一个可以多么感恩的事情，因为危险的时候懂得闪避是多么感恩的一件事情，对不对？好，所以愿神帮助我们。如果你有痛，你不要哭，你不要说怎么会痛呢？我就不想痛。但是这是一个警讯，表示你有亮红灯在告诉你，你应该去处理，要去关心它。那是不是很棒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我们在生命当中我们可以确信的。痛苦是神的扩音器，就是在痛苦当中，我们可以专心听神的声音，就能够清楚的体验他依然与我们同在，因为他是以便以谢的神，到如今耶和华都与我们同在。愿神帮助我们。圣经就是告诉我们，我们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来，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神是信实的，必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哥林多前书10章13节。是的，对的。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我们的主是以便以谢的神。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团体，信仰的团体，当肢体有软弱的时候，我们会不断的呼吁弟兄姐妹一起为他们守望祷告。因为既是肢体，他的痛就是我们的痛，对不对？你牙痛，你的眼睛不会告诉你说又不关我的事情，对不对？牙痛，眼睛有没有关系？会啊，痛到会掉眼泪，不是吗？牙痛跟手没关系吗？都有关系的。你会扶着他好痛啊，痛啊，痛啊！而且不要扶，越扶越红肿。有没有？小时候都是这样被教导的对，但是在我们的教会当中，就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肢体彼此间更深信神给我们的权利，就是透过祷告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更多经历神的同在，因为他依然与我们同在，这是不变的事实。所以我们感谢主，今天我们要召开2025年度的第一次的会员临时合会，我们要来选举轮值的长老执事，这也是教会非常关系未来前途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也祈求神把他的灵放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去分辨何为神所喜悦的。当我们选举的时候，也要合神心意，这是必要的。所以愿神感动我们，我们要选的知道，一定是神所拣选来到永光教会，他是委身在永光教会的，并且他在我们平常的信仰敬拜生活当中，他是渴慕真理的，是热爱神的话语，热爱敬拜赞美的。不但这样，他有领受5重祝福的，就是怎么样，要有主日礼拜，要能够
参加小组，对不对？小组参与在小组的服事，要能够11的奉献，在奉献上他是努力的，并且还要怎么样？还要常常祷告，最好参与在晨祷，对不对？是一个热爱祷告的人，那也要借着参与在我们领袖培育学校当中，有我们的 DNA， 让我们才能够同心同行合一在神的面前。同工就是同心开始嘛，对不对？好，同心开始才能够同行，那才是同工。所以愿神让我们按着祷告里面神的感动，在选举的时候，我们选出合神心意的人。阿们。好，我们跟隔壁说，选举也要合神的心意来。因为到如今，我们依然知道神与我们同在。阿们，阿们，感谢主。好，这时候我们要来一起，对，我们要来唱回应诗这一首诗歌。OK， 让我们起立。用一个敬拜的心、祷告的心，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阿们。危难临到，我心靠你，甚至你必领我度过。你心是为我坚持到最后。当暴风雨向我靠近，有你同在，我不知畏惧。你是我的牧者，我所依靠。每个夜，每一天，我知你永远在身边。主，你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建立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到你丰盛应许站立，我的未来在你手中，艰苦磐石，却能战胜，我敬拜你。更深来敬拜他。哈利路亚。危难临到，我心靠你，山崖你为抓我定。我们来唱台语的。我亲在你是信心高楼尾，更大风迎我撇步，有你同在，我就无惊惊。你是我的牧者，我所倚靠。
这是我们敬拜神的时刻，是神与我们同在的时刻。阿门。如果你心里还有难处，还有没有办法逾越过的，这是神帮助你的时刻，好不好？你勇敢的把这一些用你的祷告，用你的大声的宣告来跟主说：主啊，主啊，我求你，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主啊，你帮我解决，主啊，主啊，你为我开路。我相信神应允必在前头为你铺成新的道路，并且让你经历他应许永远与你同在，好不好？我们呼喊主3声以后，我们为自己来祷告，预备来，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啊，是的，主，我们谢谢你，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属于你的。设立在这里，主，我们呼求你的名，主啊，主啊，求你听我们的祷告，我们呼求你的名，我们在这里敬拜你，你就应允我们，我们祷告，你就必应允我们。主，谢谢你，把我们自己所有的难处都交在你手中，因为我们只有依靠你，我们在天上地下没有别的依靠的，只有你，只有你。主啊，谢谢你，哈利路亚。永远与我同在，在你里面没有改变。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一直到永远。要你丰盛。神从历史当中，我们看见，当我们敬拜的时候，你的得胜就是我们的得胜。当我们敬拜你的时候，你的丰盛就要护庇我们，叫我们经历你的丰盛。所以谢谢你，你的医治流露下来，你的引导流露下来，你给我们更有信心仰望你，让我们的生命是更丰盛，是更得胜的。谢谢你开启我们的属灵眼光，看见你奇妙的作为，把一切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如此祷告，是奉告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请坐。这时我们要来奉献，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与信心的行动，让我们以感恩的心与敬虔的态度来奉献。开始奉献。
兄姐请起立。人生家，地上家里，分别为神归于你。人生家，地上家里，分别为神归于你。兄姐请坐。会员和会交给牧师的。我们先来事工报告。好，那我们呢，等一下马上要来进行选举，所以呢，我们先事工报告。那我们的选举的桌子可以进来，都先来预备，2张桌子都可以先进来。好，那我们先来看我们的事工。好，我们一起来导读在这个礼拜的，来，我们来读台语的 ，OK 哦，读台语的、哦，试试看哦，来，台语的请。佫真厉害哦！佫来一届来，等，迄个读徛哦，毋是我哦，吼。好，佫来请。好，咱来做一个动作，什么叫打徛好势？来，迄个动作应该安怎？恁拢坐咧？打徛好势，是这个意思哦。来，请坐，给站起来的人掌声一下。我们对台语呢，也要来慢慢的来了解，多一些语言的，多了智慧哈。好，我们来念华语的，请。现在站住，要站住哦。好，来看耶和华。你看神的话语是这么的贴切哦，哈！我们再来念一次，然后跟着动作来做，1、2、3。现在你们要站住，看耶和华在你们眼前要行一件大事。阿们。来，记载在哪里？撒母耳记上12章16节。好，请坐。我们天天把神的话语成为我们的力量。好，接下来。好，那我们今天呢，台语华语场呢，我们合并，然后等一下我们要来改选我们的长职。那我们的心里面呢，为这一些是他愿意谦卑服侍哈，然后呢，他是委身尽职的同工。好，接下来，那我们在下个礼拜天很重要的是有一个新年度2026年的意向传递会，还有我们的细胞小组，铁三角同工呢，我们都一定要参加，因为呢，我们有一些小组拓职的事情要来讨论，所以我们的铁三角务必要参加。那另外其他你是各单位的首长也都要参加，我们就看这上面的指示。好，接下来，好，我们几号要出游？12月1号吗？不要看错。11月2号是截止日，11月23，好，23我们要全教会一起出去旅游，哇，这是一个非常 happy 的事哦哈，所以呢，我们要赶快来报名。那我们目前报名才100位，我们预计要400位哦，每一个人都是挤在最后一个礼拜，所以没关系。等一下呢，选举完，那你们到后面呢，赶快来报名。那也是对我们的小组长，好，所以我们小组长呢，你的组员呢，要赶快来报名，然后有贝斯的，我们也要赶快来来邀请他们，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机会。我们在上次的出游呢，有邀请有加入在桌群里面，对不对？这些桌群呢，桌员这一次都是一个很好的邀约的机会，所以我们要把握。跟旁边的你跟他说，今天要报完名来。好 ，OK， 让我们的干事呢可以赶快来作业。好，接下来，今天是今天吗？哦，今天是敬老节耶。好，我们等一下呢要来，好，礼拜结束。OK， 好，那礼拜结束之后呢，我们几岁以上的
60岁吗？他几岁？70岁。 70岁以上。好，现在你70岁以上的，请起立好不好？我们的长者70岁，70岁以上的，70岁以上的哦。啊，这咱是咱的长辈哈，是啊，因为即摆政府有规定，500块以上一定爱签名哈，啊，所以爱礼拜刷了后，较会当去后壁签名哈。好，啊，请大家会当谅解。啊，恁徛咧牧师为着恁来祝福祈祷，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来。天父，阮感谢你，互阮有这长辈，因的信仰会成做阮的典范。特别因过去伫永光教会服侍，因所付出的，主你拢看见。你纪念因，也互因身躯勇健，会当继续来参加礼拜、参加小组。主，互因伫逐样的活动的喜乐，上帝你时时刻刻拢甲因同在。你差派圣神来保守因，啊，也差派天使来保护因，互因出入拢得到平安。上帝，你也求你祝福因，互因会知影会当孝敬这个时代，互因伫这个晚年的时阵会当享受教会的喜乐，上帝国的喜乐，也享受家庭的喜乐。主啊，恳求你继续引带因，互因时时刻刻拢靠着你。有吟诗，有祈祷，有娱乐，通成做家庭、甲教会、甲社会的祝福。主，你互因这个官兵，就是祈祷的官兵，互因时时刻刻去伫运用的时阵，因就带出迄个生命的广阔、生命的力量，继续来祝福伊的家庭、甲阮的教会。多谢你听阮的祈祷，伫敬老节的时阵，阮永光教会要尊荣这一些的长者，让我们在教会里面去体会，在你里面我们大家庭的和乐。所以谢谢你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我们再一起掌声，对，我们的这些长者。好，那我们接下来下一个消息。好，下个礼拜是台湾神学院的奉献主日，那他们派了张雅慧老师来到我们当中。张雅慧老师呢，是我们的一个松年的弟兄的女儿，所以雅慧老师呢也算是我们的姐妹哈。好，那她在台湾神学院担任老师，是我们的庭安的主管庭安的主管。好，所以呢下个礼拜她的 boss 要来。OK， 来接下来。我们呢有礼拜后呢是我们的副务长要来在副堂备课。那这个备课很重要，就是大家的一个凝聚。不论你在这个桌游的这个部分你熟不熟，但是这个凝聚是很重要的，被眺望哈。好，接下来。那圣歌队呢，从这个礼拜6开始哈，接下来礼拜6 7点半要练歌。我们为什么要练圣诞节呢？就是为了在耶稣为我们的诞生，我们要来庆贺他。所以谁可以参加？你跟旁边你跟他说，你也可以参加。好，来，接下来，好，那我们有传道部在这个礼拜6，我们有长职的训练会，所以我们的长职呢，同工把这个时间播出来，那我们都要来参加哈。好，接着，那明天早上呢 ，TVBS 他们有一个为国家的祷告会 ，OK， 那我跟周牧师呢会到 TVBS 的摄影棚那里，有很多的牧者要在那里一起为国家祷告。好，接着。好，那我们的中央空调，我们中央空调的奉献款呢，目前已经来到121万，那我们的目标是400万，我们一起再来关心这些不足的部分哦。好，今天呢有这些的老师，哇，我们教会真是人才济济哈！玉秀老师、新田老师、志颖老师，还有嘉伟老师，他们的学生联合音乐会哈，是在下午。如果你下午没事做呢，你就坐在这边聆听，睡觉也可以哦哈。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音乐会哈。好 ，OK。好，再来呢，我们有为这些健康的弟兄姐妹，思雨呢是美惠的女儿，然后彩莹是我们文信的女儿，还有金耀兄再来我们的信志长老，感谢主，信志长老已经回到家中，今天有来吗？信志长老
没有啦，那新子长一定是在看直播。新子长老平安，我们都很想念你哦，新子长老耶！哎，要不要扫一下？哎，大家挥挥手来。哇，都是在跟我们在看直播的弟兄姐妹，神都与你们同在哈。好，接下来，好，我们要来介绍我们的新朋友。好，来我们有一位席恩在我们当中，是荣妹所带来的。荣妹，你的孙女吗？好，你的席恩在哪里呢？哇，我们热烈的掌声欢迎席恩！哇，这一位一定很会唱歌，上帝祝福你，席恩。不论你做什么样的事情，神都要使你兴旺。好，请坐。好，接下来我们来介绍一下玉玺姐在街头布道的姐妹。好，家珍来，请站起来。好，我们欢迎。哇，家珍，上帝呢把那个医治已经放在你的身上，你会越来越好。阿们。好，我们欢迎这些的弟兄姐妹们来到我们当中。好，那我们还有就是我们的银安姐还有牧哲他们的母亲在昨天前天办完告别礼拜，有非常多的弟兄姐妹冒着大风雨参加，有非常多的人桂凤姐妹呢92岁，那本来预计有50个人参加结果呢告别礼拜那一天呢92个人来参加。好，所以呢银安他们家人呢对弟兄姐妹长期以来为他妈妈的祷告，还有参加告别礼拜这样的支持他们安慰他们，感到心里面很感动。所以今天他们的家人有来到吗？你们可以站起来一下吗？好，哇，他们的家属，这都是桂凤姐的家人他们要来跟弟兄姐妹一鞠躬，谢谢大家。好，我们也掌声欢迎他们来到我们当中。好，请坐。好，那不仅是这个时间呢，以后他们也跟随妈妈的脚步，这个信仰就成为他们的信仰。好，再来，还有吗？消息。好，消息好。那现在呢，我们要我们的星光班呢，有一个很夯的东西要来跟我们介绍一下。来，请我们的慧妍老师。哎呀，慧妍老师生一个小宝宝哎，麦克风给我们的，来这边。好，来，我们来看一下他生了什么小宝宝。今天星期几？我知道，是2025年10月26日星期日。请你跟大家打招呼。嗨，大家好，希望你们今天都过得愉快。潘牧师漂亮吗？开牧师的样子取决于设计。没有，刚才有个 bug， 就是我发音不标准。好，我刚才抱着这个 AI 机器人，它很像一个孩子。他刚才跟我讲说，我怕高，然后一直动来动去，所以我们可以。哇，我们现在的星光学院，我们就是结合科技，然后信仰跟我们的品格。他现在只要收到指令，他就会开始一直对话。安静哦。你说什么？再说一次可以吗？他需要思考，而且他也会紧张。好了，请让我回到安全的地方吧。哇！所以我们现在星光学院多了一位助教，然后每次小孩下课都说：“老师，再一题。”然后现在这些小孩都不想下课，然后刘哲老师会带我们上英文，然后上物理，然后也教我们数学。所以你们想要旁听的来都欢迎，然后大人也都可以一起来学习。好。重要的是刘哲老师在哪里？来，请刘哲老师请起立。来，刘哲老师，
对对，感谢主哈，啊。可以回家了，好，我们上去吧。拜拜。你要去哪里呢？回家路上要小心哦。回家路上要小心哦。好，感谢主。我们为了让我们的教会的孩子能够在这个时代上面往前走，所以不仅是信仰，还有科技，神非常恩宠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儿女。所以在这个时代，透过我们的刘哲老师，把他最宝贵的东西，然后在我们的孩子们身上，然后彼此的分享。所以星光班学院是神为我们量给我们的产业。你的孩子如果时间上可以，你就把他带到我们的星光班。阿们。好，那我们的消息我们报告到这边，接下来要选举的时间，我们要交给牧师。好。